台中捷运发生1死10伤的重大公安意外，今仔日监视器画面也公开了。随车员发现到吊轨落落来，而且到这个捷运弄到吊轨呢，只有13秒尔，根本是未符反应，才会造成悲剧。台中捷运目前是自动驾驶，而且因也承认讲，这捷运沿路拢无高空入侵系统通好来监测。台中捷运列车发生意外，造成1死10伤。11中捷公布站区甲车顶监视器画面显示，车速中到12点17分，吊轨共破轨道隔音壁，迄时阵列车多进站停好，不断用9秒确认异状，马上用对讲机通知站长，佮向车顶随车员握手。不过随车员并无疑会，一条关门了后，才发现车前的状况。尝试去掏取我们的执勤包、架控台盖板的钥匙，打开之后，尝试做一个紧急刹车。中捷强调，随车员发现障碍物到列车弄到障碍物，前后只有13秒，因为时间上过短，无法度反应。不过为中捷提供的时间数，为吊轨落落轨道到列车弄到障碍物，实际计41秒。中捷认为全程按照 SOP 作业，而且在车使用全自动驾驶就伫车头前，说轨道障碍物侦测中低，轨道全线并无高空入侵侦测系统。是类似只有轨道障碍物侦测可以触发停车。我们沿线那么长，是没有装设类似入侵侦测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啦。市政前期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松雅家属低调等到福乐公园站招魂，正台中市交通局长王其川即期，天空中心随车员有3摆机会停止列车，连环事故才会造成悲剧。行控中心的人员并没有去按钮把它停下来，这个错失机会。列车上的随车人员，错失了这个第一个按车门边的停车按钮，第二个去开启那个控制盘里头的红色按钮，这几个连环的这一个失误，才会酿成这一次的事故。车门边弄一个紧急停车的开关，为什么随车员无使用呢？中捷解释，只有列车进站停止的时阵有效，列驶的时阵，列车甲领导下一站停止，并无伫轨道及时停车的功能。照理来说，那个装置就是让你做紧急停止用的。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是任何人都可以让它停止的。如果说有人去操作的话，我应该会按但是我觉得那是本能的反应，感觉应该要停下来。那如果我知道要按可以按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会按下去。中捷表示，规个事件造成2节电联车车厢4条电线甲轨道相关零件严重受损，会对建商求偿至少2亿。后续会考虑伫月台设紧急停车的开关，防止悲剧搁发生。后续提供事情互检调甲运安会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